相信呢，疫苗受害救济审议结果即马出来啊！这个审查有11个案件摕到救济，金额是5000块至7万块。 做完新冠疫苗了后，有未少人出现副作用。疾管署公布上新的预防注射受害救济审查结果，拢总有11案做新冠疫苗的人得到疫苗救济。其中比较较特别的是，一个40外岁的女性，做第2剂 A Z 疫苗了后，规头毛拢落了，镜头无度确定甲疫苗有关系，到尾核发救济金1万块。这届救济金上悬额是7万块。一个高雄市做 A Z 疫苗90外岁的男性，因为司机规个乌青，还有出血斑就医，经过诊断是免疫性血小板有较低，暗过无法度确定甲注疫苗有关系。关联性啊，还是没办法完全排除的时候，我们的审议小组里面有所谓的非医疗委员，主要就是一些社会人士、法律人士，会根据他的严重度，然后给予建议救济的金额。 特地注意的是，这届救济金的个案有2件是属有确定甲疫苗有关系，分别是做莫德纳加 BNT 疫苗了后出现心肌炎少年男性。医师表示，确实为科学的资料来看，少年男性做 mRNA 新冠疫苗，若做无其他原因会当解释，确实有可能在特定时间内和心肌炎的机会升悬。 现在还在签的，就是当时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，那我们大量施打的有出现的这些个案嘛。那个时候我们天有时候打了几十万剂啊，在这种大量施打情形之下，出现这些案例，就是算起来比例还是低的啦。 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截至目前为止，注 XBB 新冠疫苗累计注射的有超过59万人。试水员是讲，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传染病开发作的季节，尤其是流感、新冠这的呼吸道病毒，也是伫个社区的烧位。民众也是爱赶紧去注流感还是新冠 XBB 疫苗，才当得到保护力，减少动静发生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